你放工翻到屋企啦，成身都好攰啦，見到隻貓喺梳化度，你嘟起個嘴想錫佢啦，或者想張開隻手攬住佢啦。每日準時放飯啊，日日勤力鏟屎啊，仲要使幾百蚊買最貴嘅罐頭啊！你以為自己一個100分完美嘅貓奴？但係你有冇試過某種不經意嘅瞬間啊？你屋企隻主子望住你嘅眼神啊，竟然流露出一種恨鐵不成鋼嘅極度失望呢？好多冇養貓嘅人以為咧貓係冇感情嘅，養唔熟嘅，但其實咧貓內心戲咧非常之豐富㗎。佢哋唔單止有感情啊，而且係真係會對人類感到失望㗎。今日我哋嚟結合動物行為學啊，幫大家盤點貓對你徹底失望嘅7種表現啊！由最輕微嘅身體語言一路講到最終極嘅復仇行為啊！各位貓奴啊，一齊嚟殘酷對照一下，睇下你喺貓主子心中係咪已經變成咗一個唔合格嘅廢柴長工呢？事不宜遲，現在開始。第一種無語問蒼天嘅重重嘆氣啊，精神上嘅無奈啊！第一種表現係精神上嘅無奈啊！你有冇遇過呢個情況呢？滿心歡喜咁樣攞支啱啱買翻嚟啊，覺得超級好玩嘅逗貓棒行喺佢面前啦，好似傻仔咁係咁揈來揈去啊，試圖引佢注意喎。點知呢？佢唔單止完全唔理你啊，仲會慢慢合埋眼，個鼻發出嗰啲哼或者一聲，一個非常深沉啊長長嘅嘆氣聲啊，直接擰開個頭啊！喺動物行為學入邊咧，貓咪嘅嘆氣咧同人類因為傷心而嘆氣係唔同噶。因為當貓咪深呼吸再重重呼吸嗰陣咧，通常代表緊佢覺得眼前嘅狀態超級無聊同埋嘥鬼氣啊。當佢對住你嘆氣，佢內心嘅潛台詞其實係：唉，呢個人類又喺度發神經啦！當初我點解會盲咗眼嘅呢？揀咗呢條蠢蛋啊做我鏟屎官呢？呢種啊帶有極度藐視啊、無語問蒼天嘅失望啊！第二種光速洗走你專屬嘅氣味啊，物理上係極度厭棄啊。第二種表現係物理上係極度嫌棄啊，呢個絕對係令到無數啊貓奴心碎嘅瞬間啊。當你帶着滿滿嘅愛意啊，溫柔咁行埋去到啦，好不容易咁去背脊或者頭度摸一兩下啦，點知你隻手啱啱一離開咧，佢即刻眉頭一皺啊，當住你面啊開始瘋狂開始舐啊自己頭先俾你摸個位置啊！而且舐得非常之大力添啊，非常之急躁啊，好似你隻手有毒咁啊，或者係有咩惡毒嘅傳播病咁啊。其實貓係靠氣味嚟認人嘅，當佢中意你，會主動用個頭磨你，將佢陣味留喺你身上。但如果佢對你極度失望或者抗拒嘅時候咧，你留喺身上嗰陣味對佢嚟講咧就係一種污染啊。佢光速舐毛嘅動作啊，就係話緊俾你聽啊，污糟邋遢！你頭先隻手摸過我咩？唔好將你窮酸嘅味道啊，揩落我啲高貴嘅毛髮上邊啊！第三種表現，我哋稱之為22世紀殺人網絡式嘅極度閃避啊！你放工翻到屋企啦，成身都好攰啦，見到隻貓喺梳化度，你嘟起個嘴想錫佢啦，佢即刻攞隻手或者想張開隻手攬住佢啦。就喺你埋身嗰一刻啊，佢個頭就好似 Matrix 入邊個男主角避子彈咁啊，以一個極度違反人體工學嘅角度向後縮啦，連雙下巴都嘟埋出嚟啊！如果你仲死纏爛打咧，硬係要將塊面塞埋佢咧，佢會直接伸出嗰隻毛神神嘅肉球啊，無情咁頂住你塊面啊，拒絕你嘅靠近啊，惹火佢咧，仲會賞你一記啊，毫無感情嘅無影貓拳啊！貓係非常重視個人空間嘅動物嚟嘅，當佢出現咗呢種極限閃避嘅時候，代表佢對你嘅信任度已經跌咗落冰點啦。佢警告緊你啊，喂，叔後，我哋之間啊未熟到可以隨便肢體接觸噶，唔該保持1米安全距離啊！如果想支持我哋，大家可以加入我哋菇貓同埋菇泣嘅 Patreon啊，你哋可以睇到更多菇貓嘅相片同埋日常。而且每年書展仲有禮物送添啊！又或者加入我哋 channel 嘅 VIP 會員，你哋少少嘅支持可以讓我哋繼續營運落去，多謝你哋啊！第四種，背住你飛機而家大力甩尾啊，冷暴力嘅警告啊！去到第四種咧，情況就開始變得嚴重啦。呢種係冷暴力嘅警告嚟噶。呢種情況通常發生喺你做錯事之後啦，例如你啱啱夾硬幫佢剪指甲啊，帶完去睇醫生啊，或者你遲咗半個鐘開罐頭啊。
呢個時候你想叫佢個名氹翻佢啊，佢會故意行到你面前，然後轉身背對住你坐低啊。你係咁嗌佢個名咧，佢頭都唔回啊。但係咧，你可以清楚睇到佢對耳仔咧，好似雷達咁樣平放喎。呢個係傳說中嘅飛機耳啊。同時佢條尾會極度不耐煩咁拍啊，大力拍落塊地嗰度啊。喺貓嘅語言裏邊，尾巴輕柔咁掃咧，即係心情好啊。但大力拍咧就係極度煩躁同埋憤怒嘅訊息啊。佢故意背住你啊，係話俾你聽啊，我聽到你叫我，但我連一眼都唔想理你啊。我嘅內心咧跟隨條尾嗰度倒數啊。你最好啊即刻開啲吱吱出嚟賠罪啦。如果唔係，後果自負啊。第五種眼神對視下嘅當面犯法啊，權威嘅挑撥啊。第五種表現係赤裸裸嘅權威挑撥啊。呢種情況咧通常發生喺佢對你極度不滿啊，想故意教訓你嗰陣時啊。佢會跳上你張書台啊，行到你啱啱買嘅 iPhone 嗰度啦，或者你最愛嘅玻璃水杯側邊啊。然後最恐怖嘅畫面出現啦，佢會金睛火眼，死死望住你，眼神充滿挑撥啦。跟住佢慢慢伸出佢隻魔爪，一啲一啲咁樣將你嗰件心頭好啊推到張台嘅旁邊啊，啪一聲跌咗落嚟爛晒。而且成個過程裏邊，佢對眼係完全冇離開過你嘅，繼續懶咁樣望住你啊。呢個絕對唔係貓唔小心啊，呢場咧係精心策劃嘅犯罪嚟㗎。佢知道你緊張乜嘢嘢，佢亦都知道推落去你會嬲啊。佢嘅潛台詞係見到啦，呢個就係你辦事不力嘅下場啊。我唔係唔小心㗎，我係特登㗎。你咬我食啊？喂，咁似黑社會嗰啲嘢喂。第六種，將你張床變成情緒發泄地啊，終極嘅報復啊。第六種表現咧已經去到終極嘅報復啦。各位貓奴，如果你發現你屋企隻貓沙兜明明係好乾淨㗎，但主子偏偏跑到你張床啊、你中意嘅衫啊，甚至你嘅枕頭上面狠狠咁樣屙咗一篤尿啊，或者係屙一嚿屎啊！請注意啊，呢個唔單止係行為問題啊，呢個係貓咪極度焦慮或者對你徹底失望嘅臨床表現嚟㗎。喺貓嘅世界裏邊，氣味就係地盤啦。當一隻貓覺得喺呢個家冇安全感嘅時候，或者對主人充滿強烈嘅怨恨嗰陣咧，佢會選擇用自己最濃烈嘅氣味啊，即係排泄物啊，去覆蓋主人氣味最重嘅地方啊，即係你張床啊。呢個係一種強烈嘅抗議同宣示主權啊。佢用緊最極端嘅方法話俾你知啊，呢間屋我先係老大啊。既然你嘅行為令我咁唔爽咧，咁今晚咧你就攬咗篤尿瞓覺啦。第七種徹底嘅無情提款機啊，顧入及式悲哀啊。最後一種第七種表現啊，即係失望嘅最高境界啊，我稱之為顧入式悲哀啊。因為去到呢個階段，貓咪對你呢個人咧已經心死如灰啊，冇任何感情嘅期待啊。你放工翻到屋企打開門啦，佢就唔會去門口接你啦，甚至連頭都懶得抬起啊。你坐喺梳化睇電視啦，佢絕對唔會主動跳上你隻腳嗰度取暖噶喎。佢望住你眼神咧，好似對住屋企嗰部掃地機械人咁啊，毫無波瀾，冇任何感情啊。佢唯一會主動揾你嘅，唯一會直視你眼睛嘅時候，就係當佢坐喺冇糧嗰飯碗側邊嗰陣時啊。只要你一放完貓糧咧，佢食飽咗即刻閃身走人啊！絕對唔會同你多留一秒鐘啊！喺佢嘅心目中，你已經徹底被工具人化咗啦。主子內心 OS 就講啦：你對我嚟講，只不過係一部識得行嘅自動餵食機同埋無情嘅提款機啫。放完飯你就可以退下噶啦，少啲嚟煩我啦。總結好啦，呢七種貓咪對你徹底失望嘅表情，你屋企主子對你做過幾多種呢？如果中咗5種以上啊，恭喜你啊！你喺佢心目中已經係一個徹頭徹尾嘅失敗長工嚟噶啦。不過唔好灰心啊，貓雖然好傲慢啊，但只要你願意用心陪伴佢咧，開多幾個頂級罐頭咧，仲係有機會挽回你哋嘅冰冷嘅關係嘅。喺下邊留言話俾我知啊，你屋企嘅主子做最令你心碎、最嫌棄你嘅行為係咩啊？等大家一齊圍爐取暖啊嘛！最後，如果你中意今集嘅影片， share 俾你身邊嘅貓奴睇下，你哋嘅支持就係我哋買罐頭嘅動力啊！我哋係菇貓工作室，下集見。每星期持續輸出影片真係一件好唔容易嘅事嚟㗎。如果喜歡我哋嘅影片，一定要訂閱支持啊！你哋仲可以留言俾我哋，或者加入我哋嘅 VIP 支持。
仲有你哋仲可以去酷出版網頁購買酷泣嘅小說同埋酷貓嘅精品。你哋嘅支持就係我哋嘅力量，多謝你哋。逢星期五晚上8點會出片，我哋再見啦。